普陀山觀音菩薩寺係由開山祖師上圍下群老和尚喺1982年創立。嗰時候係美國加州阿肯色市，老和尚慈悲心切，希望俾到啲初嚟美國嘅華僑有個念佛共修、懷念祖先、寄託心靈嘅地方。當年洛杉磯仲係好少有漢傳佛教嘅道場，普陀山可以話係其中之一。隨住信徒越嚟越多，喺1983年，寺院就搬到而家中國城百老匯大道嘅現址，一直沿用至今。落成嘅時候舉辦過佛畫展、素食結緣、萬法寶懺法會，吸引好多人參加。當年越南經歷內戰，老和尚為咗想安撫戰亂年代嘅老華僑人心嘅驚惶，佢就喺越南頭頓發起建寺，建立咗頭頓普陀山觀音菩薩寺，仲建咗一尊18米高嘅觀音聖像，象徵菩薩嘅12大願同6度波羅蜜。之後老和尚於1980年移居美國，將頭頓嘅道場交俾徒弟繼續管理。開山祖師圓寂之後，子無又為壽老法師、義此老法師等繼續主持，直到今日由上昌下願大和尚嘅監願為淨法師帶領善信繼續修持正法，行菩薩道。普陀山40幾年嚟一直都係洛杉磯華人嘅心靈依靠，以共修清淨人心、推廣素食護生作為主要嘅方向。除咗每月初1、15會一齊誦寶門品，寺院每年都有幾個大型法會，新春千佛法會，大眾透過禮佛、懺悔，祈求一年平安吉祥、福慧增長，仲可以點光明燈、立6位，祈求三寶加持。法會圓滿日會有供佛齋天，為社會祈福。浴佛法會就係佛教徒嘅聖誕節，慶祝本師釋迦牟尼佛嘅出生日，大眾用清水香湯為太子金身沐浴，象徵洗滌煩惱塵垢，重現清淨本性。而一年最大型嘅就係盂蘭盆法會，呢個傳統源於佛陀弟子目連尊者，因為母親墮落餓鬼道，尊者悲心切切，佛陀開示喺7月15日供僧齋僧回向父母，令母親得以解脫。普陀山嘅盂蘭盆法會會連續15日，誦持《梁皇寶懺》、《地藏經》、《盂蘭盆經》等等大乘經典，透過拜懺、施食、供養，超薦祖先歷代宗親，祈求現世眷屬健康平安。喺最後一日火化牌位，恭送亡靈往生西方，莊嚴圓滿。呢啲就係所謂水月道場嘅意義，就好似水中嘅月亮，雖然清淨圓滿，但終究無常幻化。法會完咗，盼長復原，但功德法喜係真實存在，提醒大家要喺無常之中更加精進修行。喺15日法會之中，仲有一班不可或缺嘅殿座菩薩，即係隨訪義工。佢哋每日早出晚歸，冒住熱氣同辛苦，為法會大眾準備3餐清淨素齋，仲要每日準備供菜、供佛、供法、供僧，增長功德。法會圓滿日，仲要為普渡法會準備齋食，布施十方孤魂，令幽冥眾生得到飽足。仲有素食義賣，都係特色。為壽老法師就曾經發明素雞髀，命名為須彌山，象徵穩固圓滿。春卷呢就叫做金剛杵，象徵堅固智慧，吹破煩惱。呢啲素食唔單止係美味，仲包含住深厚嘅法義同願力。隨訪義工往往係最早到最遲走，佢哋嘅付出唔單止係煮飯咁簡單，而係護持佛法、推廣素食、廣結善緣嘅實踐。每一碟齋菜都盛載住慈悲同智慧，令法會功德更加圓滿。40幾年嚟，普陀山觀音菩薩寺一直喺洛杉磯弘揚佛法，服務社會。願呢一份慈悲光明繼續照耀人心，生生不息。